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伯君。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本日控就要到今仔日，准总统赖清德是举办新内阁的新生训练，勉励新内阁爱了解民意，才通得到支持。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甲花莲参受在和产业开会，地方希望进行在地观光。陈文灿讲，补助方案会提早到6月开始。5月12日就是母亲节，新北一间帮助身心障碍者的民间中心举办帮阿母洗脚的活动，报答妈妈的辛苦。特别到了5月20日，准总统赖清德甲准副总统萧美琴就要就任，新内阁的团队也当咧准备当中。今仔日赖清德是集合新内阁团队，分析未来施政的理念，也勉励新内阁爱了解民意的需求，才通得到人民的支持。当在地军头部翕相展现新内阁团队的战斗力，我哋康特要到啊，为着营造新内阁向心力，新内阁团队测试举办行动创新 AI 内阁新阁7年赢，曾国奎到阳台首先致辞，强调新内阁有真侪特色，包括行动创新、超越党派、性别平权，更加注重专业的团队。31位公布的行政院的首长当中，有17位并没有执政党的党籍。这是超越党派的。我有26位新任的首长，比例高达83.8%。虽然民众关心电价 ，NCC 人事登记第一，也毋过面对媒体追问，新国员拢无愿意受访。准总统赖清德致辞的时，强调新内阁目标是行动创新，新内阁有超过一半是无党籍，是向社会出财。毋望新内阁落实国家希望工程，滚向台湾建设，当兵器正做靠山，相信三党无过半未阁是问题。我先引用《三国志》里面的一段话来讲：能用重利者，无敌天下矣；能用重智者，无畏于圣人矣。这句话充分说出了众志成城的精神。朝小野大不是只有大家对于政治上的辩论，然后都没有问题啊。他们现在整个破坏宪政体制嘛，而且没收了宪法。赖清德要求新团队爱听民意，发挥专业，也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无一个牧羊人身上无羊的味。执政者也会安尼，强调只有服务人民的时阵，迄才是真正的权力。准副总统萧美琴是伫被捕进前，致辞勉励新内阁成员。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有风声讲，准副总统萧美琴到欧洲煞互德国拒绝入境。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萧美琴访问行程是拢顺利。另外，即阵美国下党派机关正咧推动制定台湾安全法。吴钊燮讲，国际正咧重视台湾的安全，除了协助咱加强防卫能力，台湾也希望通参美国有进一步的国防工业合作。招聘各大单位正外国美食，任内最后一届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出席欧洲节活动。吴钊燮有感想，表示欢喜以外，原来有淡薄仔唔甘。对于准副总统萧美琴今年3月去欧洲访问，互德国拒绝入境，伊也回应讲，萧美琴往回拢伫德国的法兰克福过境，访问行程顺利。受到包括捷克或者是立陶宛和比利时等等的这个欢迎，也加强我们台湾跟中东欧地区国家的关系。咱方加深台欧关系，特别下任的欧盟驻台代表古铁夫也讲，伫台湾见证民主甲欧盟的力量共款，拢持续追求和平民主，追求共赢共好。Taiwan has proven to be a proud member of democracies, of this exclusive club of global democracies. 台湾的安全情势，国际社会也拢真关心。不过对岸阁相关台海紧张情势，未防进前事件，中国头一届针对台海议题展开联合军演。吴钊燮讲，理念共款的民主国家应该爱加强合作，抵制威权主义的扩张。的确，中国跟俄罗斯是跟我们理念不一样的国家，那他们也不断的对外展开侵略或者是扩张。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理念相近国家、民主国家应该更加的合作。对华动作真济，美国看党派议员搁再提出挺台湾的法案，推销制定台湾安全法。
强化台美军工合作。吴钊燮嘛讲，那会当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美方也希望借由台湾的工业能力，伫美国的国防工业会当有进一步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今日甲国部会到花莲参观府受灾户甲产业开座谈会。观光业者要求中央要优先补助花莲的观光进行观光。郑文灿讲，控诉控三中建方案目前有编285亿5千万，观光相关的补助会提早伫6月启动，赶紧解决问题。议员在场哈。交通部观光署初日宣布进行花莲观光方案，7月初一起，花莲台东自由行甲团路拢有补助。宜兰观光业者今麦也希望会当宏达的进行案。虽然花莲是灾区，但是依然是受影响的区域这样子，而且还蛮严重的。观光署第一时间的决定引起花莲业者的不满，这期这套式的补助到底要求的是花莲，也是其他的县市？另外，政策7月初一才开始上路，敢是伤慢？确实有70%以上的民众跟旅行社是希望把团带到台东去，这一点是我们业者一直很担心。为什么一个振兴案还要看日子，看到7月1号去呢？我们这些业者每天开门，就是有一群的员工要养活。对此，郑文灿表示，观光补助方案已经提悬到15亿8400万，各会提早伫6月启动。强调中央已经针对房屋财损、规楼重建、都市更新、逐层补强、重建啊修缮等补贴提出方案，那各有需求会当去讨论。那这些方案总经费是285亿5千万元，那各部会都有。那当然有些方案的这个施行计划，那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确定。那我们也想听取地方上的意见。整个285亿里面的预算，其实一半以上都是公共工程的修复。那个在公共工程委员会里面，我们各个地方政府都会报到上面去。其实不应该把它列入04、03灾民重建的这个部分里面。亲像会强调一寡关键问题，包括公铁和重建每平补助12万，敢会当提悬到24万，甲逐层补强方案，敢会当相关认定等，行政院拢无具体回应。对此，郑文灿强调，未来会伫花莲设置中建办公室，国部会也有单一窗口，同齐甲县府将灾后的工作做好。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公路总局宣布，国道客运17年无起过票价，已经无法符合业者的营运需求。即阵是同意业者会当小可起票价，上济是起6%左右。那举例台北到高雄4排座位的车型，上济是起7块左右；3排座位的车型，上济起36块。民众坐客运若是用 T-Pass 通勤月票，就不会受影响。不少人挂大包小包行李到台北转运站，是为趁周末假期出佚佗，或者是回乡。听到各路客运特别起票价，民众反应拢无同。毕竟现在人各种都在涨啊，我觉得适当的调整是应该的。记得从以前那个票价就一直在涨了，然后如果还要再涨的话，就可能会蛮影响到返乡的那个频率的。交通部公路局表示，国道客运基本票价已经17年无调整过，过去核定18项成本基础甲运价水准已经无符合社会现况甲营运需求，所以同意业者票价应小可起价，相关起的幅度是6.46%。不过 T-Pass 通勤月票继续维持不变，毋是 T-Pass 月票使用的人由政府补贴起的幅度1/3。举例来讲，台北到高雄161路线，4排位上悬起7块，3排位上悬起36块。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调整，可以合理的反映业者的一个营运成本哈，那同时来改善整体的一个经营环境。我初步算一下，像台北基隆或台北桃园，类似这样4排座的通勤路线，它实际上的涨幅大概应该也不过1块2块钱啦。公路局强调，基本运价调整了后，业者应伫上限内底。看营运需求调整票价，各业者因为市场机制也无一定会调整。不过后续若调整的需求，按照定数提报公路局备查，公告1礼拜了后，就应正式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潮州的泰国虾这几年因为疫病产量有下降，虽然讲价钱有起，但是养殖的成本也是对得起。
今年总统总算是小可等好。电公所今仔日早时也举办一年一摆的晒新虾活动，希望通鼓励在地饲虾的农民。目睭看过箱仔内底泰国虾，一只比一只搁较大。屏东潮州一年一度的晒新虾活动，初时透早举办，不少养殖业者来参加，要比看卖上的泰国虾较有分量。335公克，目前最高啊！可惜今年的冠军公虾335克，母虾199克，拢无破往年的纪录。事实上，泰国虾今年因为铁虾症疫情，造成产能减少，价小对起价。目前公虾价小一斤390块，母虾一斤310块，比往年起大约20到40块，但业者煞赚无啥物钱。6、7、8、9这4个月温度悬，伊的水温真少，伊的死亡率真悬，伊的死亡率真悬，所以讲产生这饲养的这业者，大家拢安尼。无钱赚嘛，有价无量，互业者真烦恼。趁今年养殖状况有较好淡薄啊。电公所将晒新虾会场刷来铁道园区，希望吸引更较侪游客来。铁道园区玩啊，就刚好遇到活动。有看过这么大只的泰国虾吗？没有。很多泰国虾养殖业者能够透过平台来互相交流，提升我们在泰国虾养殖的一个技术虾仔伫大鼎内底炒甲红公芳，除了去活动刺激买去，当地餐厅嘛继续研发新菜色，对养殖到餐厅做伙合作推广，希望振兴当地的产业。记者陈航武、面交管屏东报道。缅甸3年前发生政变，缅甸军政府为了扩大军队的能力，2月是颁布强行征兵令，致使一少年人以出国做工课等方法，想办法避免家己爱上战场。不过，即阵缅甸军政府初二宣布暂停发出国做工课的许可证予查甫人。缅甸的少年人即阵是愈来愈烦恼爱战争。缅甸军政府下落公布，初二向阳宣布已经暂停对男性发放国外工作证，暗过无说明细节。外界认为这甲军政府今年2月颁布强制征兵令，引起大地民众去外馆申请外国工作证，要来闪上战场有关。根据2月10日的新兵役法规定，若是年纪伫18至35岁的男性，加18至27岁的女性，爱服役至少2年。紧急的情况下，役期会当延长5年，当兵会面临3至5年的徒刑甲罚款。当时就有大定兵役年龄的少年人走去缅甸驻外使馆，希望申請到海外工作來閃兵役。di sana temu dengan jenama sanjing dia atau di wau jenama semu tamu atau jenama sei tema mesti bau。သူတို့ရဲ့အဓိက target ကလူငယ်တွေဖြစ်တယ်။လူငယ်တွေကိုစပြီးတော့သူတို့ target ထားလိုက်တဲ့အချိန်မှာလူငယ်တွေမှာပထမကတည်းကအနာဂတ်ပြောင်းနေတဲ့အကုန်လမ်းပြောင်းနေတဲ့အချိန်မှာ。缅甸军政府3年前发动政变，推翻翁山书记领导的文人政府，由真侪少数民族组成的缅甸反抗军，去年秋天开始对军政府发动全面的内战，大地民众都往泰国避难，泰国边境嘛出现警讯，那政府军嘛损失严重。美国智库估计，政府军已经死2万人，所以才会颁布新的兵役法，那增加兵力的人数，实际嘛是一种分裂的手段，必须缅甸的少年人爱选立场，不过大部分的少年人无愿意上战场，替家己的同胞。专家认为，民昂莱领导的政府军士气正差面临倒台。มันก็สะท้อนความอ่อนแอที่สะสมพอกพูนเรื่อยๆ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ขวัญและกำลังใจของกำลังพลนะครับเนื่องจากว่าหลังรัฐประหารมา3 ปี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เขากำลังพลเขาอ่อนล้าเหน็ดเหนื่อยแล้วยิ่งมีการแพ้หลายๆสมรภูมิรบเนี่ยก็ทำให้ BBC 指出，缅甸2月发布征兵令了後，差不多3個月時間，有將近10萬人申請出國工作許可。國際勞工組織引用2020年緬甸政府的數據估計，當年有超過400萬的緬甸人在海外工作，不過實際人數肯定更較濟。雖然之前有專家嘛預測北韓甲俄國政權準備倒台，不過到現在也好好。無論緬甸軍政府是不是氣數已盡，至少緬甸的少年人現在已經失去對望的權利。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去年婚害防治法修正通過，禁止買賣甲使用電子烟。不過，即陣所有民眾咧代替的車廂內底食電子烟。鐵路警察講是正咧調查當中，講的車高雄市衛生局開發。另外，有民眾看到公車的駕駛佇規定袂使食薰的台南關廟轉運站食薰，台南市府是表示會要求客運公司愛改善。
查甫人当咧报婚，也毋过详细看，竟然是伫台铁车厢内，车衫台铁一帮屏东潮州往家己的区间车内，一个查甫人当大家面曝电子烟，互民众翕落来。将调阅监视器过滤行为人身份，有关行为人违反烟害防治行为，后续将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并函请高雄市卫生局进行采罚。铁路警察迄日并无接到通报，也毋过强调去年3月修正通过的烟害防治法，已经全面禁止电子烟的贩卖甲使用，若食电子烟会当处2000到1万不等罚款。除了电子烟证机，伫法定无分的台南关标转运站，民众也看到驾驶员坐伫车门口的部分。我们都会跟司机宣导，然后跟他们教育说，这个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平常客人也会在这边吸吗？平常客人要吸烟的话，我们会请他远离这个站区。站务人员会设立表示会加强教育训练，当然市会也要求客运公司严格阻止。经违反了烟害防治法的规定，市政府已经请客运公司立即制止，并且严格禁止在车站和车上抽烟，来维护搭车乘客的权益。所以上为着避免二手分开代替高铁甲无分转运站顶，站区范围内为大厅柜台到车内，拢是全面禁烟，甲提醒民众唔通一时烟熏违法，伤身体，各伤自保啊！记者综合报道。过来，一刑事案件爱靠检察官来办，尤其是诈骗相关的案件数量，这几年是愈来愈多。法务部即阵宣布放零办案期限关口，也就是予基层的检察官有较侪时间通办案，希望通减轻基层的负担。有基层检察官对此是表达肯定，但是也认为讲中央爱为源头减少诈骗案件。那个，我跑过去。警方赛车巡逻，意外发现嫌犯这名世间的真军人，涉犯凶案方特质，检方团员无够，搁较方发布通缉，比比唱一阵啊！一摆登记处的过母亲节也是难得发放。你们涉嫌那个诈欺啊，还有洗钱防治条例啊。发现车手面高，休假的警官看到，将人逮捕到案。过来大细凶案一直出现，尤其诈骗相关，成长速度惊人。检察机关接触了后，案件是。加无法度传开，面对检察官工作负担超载，法务部实施改善措施。5月2号已经函颁新的这个办案期限管考，我们合理的放宽这个甲官的这个办案的期限，然后并且呢，就是考虑到这个女性同仁如果有产假的照顾需求，在她这个请假的期间呢，就不算入这个办案期间。在无修法的前提之下，法务部放宽办案期限管口，将一般的侦查案件为原来的8个月延长做1年。重大刑案为4个月变做6个月，改革措施也包括延期不起诉处分的定刑化例果，改革再议制度，甲被告涉犯3年以下轻罪，会当以这款决定用缓期时性改善。各部门啊，金管会、NCC、速发部，他们就觉得自己很累啦，这关我屁事啊！你们检察官去查就好了。前端的行政管理更胜于后端的这种司法补救啊。中央一连串的作为，基层确实是落见，对检员工作负担有帮助。不过，一审检察官指出，这拢是案件发生了后后端的改善。检察机关有关拥立真济的诈欺案件，发射相关行政机关加强源头监管。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台北市一间高中的特殊教育学生，因为情绪问题拍代课老师，引起各界讨论特殊教育老师的负担议题。台北市政府即阵规划8月新学期开始，要减少特教老师上课的时数，让这寡老师通让出较侪时间关心研究特殊教育学生的需求。需要特教的高中小学生，逐年增加伫咧融合教育趋势。9成2的特教生，大部分时间伫咧普通班，部分时间安排去分散式资源班学习。资源班的排课是依据学生的能力，然后我们都会在期初、期末跟家长做一些 IEP 的讨论，然后再决定说学生的课程的需求。因应特教学生继续增加，特教老师负担真重。新北市是规划8月新学年开始，降低特教老师逐礼拜授课的时间。以分散式资源班来讲，国小减5节，高中减4节，高中减6节到10节。因应整个孩子的需求啊，强化跟普通班老师像课程的调整，还有 IEP 个案会议，还有入班协助跟训练。
透过检课，互特教老师有充分的时间来支持特教学生伫咧学校生活甲学习调整的需要。另外部分县市特教班师生比伤过悬，教育部昨修正发布相关办法，为国小1:10、国中1:8、高中1:15，117年8月达标，幼儿园1:15，估计120年8月达成去拍拼。其实，在幼儿园，它是孩子不是抽出来的，他是直接进到这个班哦，比如进2到3个。那国小、国中是对接到课程哦，那高中不是针对课程。新北市检课教育部统一师生比来提升特教品质，也毋过即届即中是特教班的师生比甲需要无明显改变，新北议员拢要求地方甲中央来检讨。记者综合报道。5月12日就是母亲节，新竹一间帮助身心障碍者民间中心举办帮阿母洗脚的活动，报答妈妈的辛苦。中心也邀请附近的居民做伙来参与活动，以行动展现对妈妈的感谢。看到厝内囡仔帮忙洗脚，有人哪洗跟哪俩零，每一个阿母心肝内充满感动甲骄傲。在洗脚的这时势，拢是客人中心的学员，让人看了真感动。就很高兴，尤其是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能参加这种活动，真的心里都会很快活。这样，很高兴跟妈妈洗脚，知道要孝顺妈妈。过的母亲节很快乐。谢谢妈妈。谢谢妈妈，给我们成长长大。后礼拜就是母亲节，新竹爱恒客人中心特别举办母亲节活动，让学员感谢阿母平常时的辛苦付出甲疼痛。为这个母亲节的一个活动，我们能够推广，大家来推广这个孝亲。我们邀请了60组的这些母子，那当中有30位是我们曼菲尔，就是身心障碍朋友的妈妈们，让他孩子来帮他们洗脚。除了洗脚的活动，现场还安排给阿母俩零，又叫嘛准备卡片，让大家写出想要对阿母讲的话，让民众用行动来表达对阿母的感谢。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一种运动叫做 Parkour， 这种运动在城市8圈8格，有侪民众对这款运动有无好的刻板印象。但是在台湾，其实有一群少年人在推广 Parkour 这个运动。稍等的下暗7点半，公视台记台青春台的帮带大家重新认识这个运动。挑战跳悬8格，无固定的动作较路线。走跳这个为外国传入来台湾的运动，真侪人对伊头一个印象，都是认为做这个危险的动作，都是为着看落较吓怕尔。Parkour，它的直接翻译，正确来说是移动的艺术，所以跟跑得很酷是没有关系，不是为了大家来看而做。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挑战，我们冲也不是说无脑在冲，就是也是觉得自己身体有经过训练是可以的。有咧做走跳运动的人讲，这是真水开极限的动作，其实背后拢是经过一届又一届的练习，不是干那追求表现尔。不过因为走跳运动的特性，会有受伤的风险，加上媒体局部呈现因冒险的动作，互民众有无好的刻板印象，所以才会耍走跳的人请在红馆，煞无通好练习的场地。那厝内人的反对，嘛是因会拄到情形。通常看到你就是先谴责，然后说你给他搞啊，对啊，卖干那洗搞给啊，东西会坏掉啊。最常讲就是你练这个以后要干嘛？不能当饭吃嘛，对不对？然后再就是第二就是很容易受伤，那万一你摔断腿、摔断手，甚至可能性命都没了。为了改变刻板的印象，才会耍走跳的人因开走跳的课程，甚至去学校的社团推广。希望会当甲走跳运动正确的资讯，互更较侪人了解，嘛甲负面的印象提落来。对我来讲，跑酷的意义是找到我人生目标的一个工具。我爱跑酷，因为我觉得是超好玩。我觉得跑酷就像玩游戏一样，我会一直的不断去闯关，不断挑战一些关卡。安怎看待走跳的运动？每一个环境的看法是无啥共款。不过台湾这阵真拍拼耍走跳的人，因挑战家己的极限，在安全的条件之下，在走跳8圈8格之间，互这项运动成做真正移动的艺术。记者陈义文、连新维台北台中报道。落尾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31度。
中部地区22度到31度。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23度到30度，外岛地区19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走跳是一项在全球真时间的运动。